粉絲們大家好，又嚟到朱義醒生活百科，我係你哋嘅主持人殷店長嚇。你聽到殷店長把聲咧，又係時候介紹飾品俾大家。今次咧揀選咗一個咧好神秘美嘅一個戒指款式啊，因為咧市場上咧戒指咧嘅選擇咧確實不多啊，通常都係啲幼細啲嘅選擇款式咧，可能咧戴到上去咧，基本上咧都唔太起眼嘅。而呢一個款式咧戴咗嘅感覺咧，除咗好出眾之外咧，但係仲會帶點神秘味俾大家，因為咧我覺得佢個設計分佈咧做得非常之靚，希望大家咧又唔知認唔認同殷店長嘅講法啦，望望先嗱，鏡頭所講咧就係殷店長而家拎咗上手啦，就係一個咧包手嘅一個水晶設計嘅戒指啊，係一個高身嘅設計，咁但係咧後面亦都做咗一個咧薄橋嘅一個短身嘅橋咧，可以令到你戴到上去咧，都係一個非常之貼服啊！殷店長戴咗上手啦，咁但係咧後面做一個有幼身嘅橋位咧，可以戴到上手嘅時間咧，你喐動嘅時候咧，亦都唔困難嘅。如果呢個款式咧真係做埋高身咧，可能有啲客人就會覺得哇好唔習慣，因為我哋平常戴嘅咧，可能有啲正常可能結婚戒指啊，或者可能有啲求婚戒指咧，通常都係好幼細嘅款式啦嚇。咁但係咧呢啲逢親嘅飾品設計朱義醒咧，我哋所謂統稱咧，咁通常會設計一啲咧誇張啲嘅效果咧，俾大家去選購。因為咧我上面咧可以咧做到咧天花龍鳳，甚至乎咧個設計可以再豐富啲喺一個畫面上面咧，俾大家去選購。咁所以通常咧客人望親朱義醒，點解啲款式咧都會咁大隻？就係因為咧真鑽石係唔會走出嚟嘅款式咧，朱義醒先會揾得到。咁啊，殷店長呢度咧就絕對可以咧滿足到啲好奇寶寶咧，想多啲變化，又或者唔想成日咧戴死一啲咧咁悶嘅款式。咁當然，如果你話有啲咧結婚戒指我唔可以除嘅喎，咁可以將就咧戴下其他位置咧，而令到咧隻手仔咧冇咁悶嘅。因為平常殷店長咧手上都戴3至4隻戒指嘅，咁當然有啲咧唔除得，有啲咧我經常更換咧都可以嘅，咁可以大家變化多啲啦。嗱，今次殷店長戴上手呢個01號款式嘅一個戒指款咧，做咗一個咧全雙石嘅一個設計喺度啊。嗱，分別做咗咧1、2、3、4、5、6層嘅感覺，但係咧中間間距位置咧都做咗一個通窿效果，而令到隻戒指咧唔會咁鈍嘅，個感覺咧好似有啲層次感啦，上面咧有啲囉窿嘅位置通花嘅感覺，咁所以咧感覺咧唔會咁箍身啦，咁一大塊蝙蝠咁嘅感覺啊，咁有啲層次感覺咧，好似咧有啲嘅空間感啊，咁但係咧間距位置咧都做咗一個咧兩色嘅石喎，但係我哋 basic 咧就有啲白色嘅小水星啦，佢上面做咗一個咧，全部都係一個咧雙嵌嘅位置，咁啊頂死咗粒石㗎啦，咁所以咧冇咁容易困撞到啦，因為你始終我哋戴上手仔咧，我哋工作啊，任何時間啊，可能你搭個車咧，可能要扶住扶手咧，我哋都會接觸得到，因為可能咧耳環就戴咗上去咧，基本上咧都好難會跌到啊，或者可能咧剝落嘅效果，除非即係長頭髮，可能即係扯到嘅啫。如果你問我咧，接觸面最高咧，相信咧飾品一定係戒指，因為咧手仔始終係我哋靈活咧甚至乎接觸任何嘢嘅第一身啊。咁所以咧有時咧，接觸任何嘢嘅時間咧，可能戒指嘅困撞率咧，可能係任何飾物咧都比一般高嘅。咁啊，所以咧點解有時咧跌咗一粒心儀，甚至乎係一啲係最貴重嘅咧，可能都係戒指先啊。咁所以大家咧有時咧真係心痛咗，跌咗有啲真係堅嘢嘅時間咧，哇！嗰啲寶石啊，或者可能啲金器咧，真係心痛到不得了啊！咁所以咧，朱義醒嘅衍生咧就啱晒你啦。點解咧？呢啲困撞咧，相信咧大家都唔會太過肉赤嘅，因為價格方面咧平好多。咁當然啦，殷店長究竟可以售價有幾多咧？記得收睇到尾啊！嗱，因為咁多石嘅話，會唔會好昂貴咧？當然有個 special 派俾我哋嘅粉絲們啦嚇，咁可以望望。
嗱，Yan店長咧喐動俾大家睇咧，佢上面嘅水晶分佈咧就係因為有唔同嘅層次感啦，有個通窿設計啦，令到見到自己嘅手仔位置啦，咁變咗呢個層次感豐富好多，仲要間佢做有一個咧黑色嘅水晶喎嚇，一個實黑色嘅水晶，咁都係有切角嘅，咁但係呢個咧就係鑲嵌上去嘅，都係嚇。咁所以咧，框狀上面咧，基本上咧唔需要擔心，唔係 Yan店長話俾你聽嚇，叫你去 MMA 啊，唔係叫你去冚。但係咧，框狀起上嚟咧，我諗佢會堅固好多啦啊！呢個係01號款式，係一個白色底嘅一個銀色設計，白色水晶襯一個黑色水晶嘅一個高身嘅一個鑲嵌設計嚇，通花嘅。而02號款咧，正相反，係咪感覺完全唔同咧？發唔發覺啊？其實咧設計係一模一樣嘅，但係咧原來安放唔同效果嘅水晶嘅話咧，好似完全設計咧都完全唔同感覺啦。做個對比先，01號嗱 normal 啲一個白色水晶襯黑色，但係原來襯一個咧一個槍色底嘅一個效果嚇，但係用咗咧碎鑽咧係一個黑色底嘅水晶配一個咧白色嘅大水晶嘅間距咧嘅設計咧，完全係好似一個黑白配喎嚇，唔知大家又中意咩款啦？嗱咁啊，Yan店長咧就唔講好邊個 colour， 希望咧你哋咧落嚟話俾我聽嚇，呢一個款式咧感覺咧會更加少有，因為咧好少有黑色嘅細鑽組合啊嗱，而呢一個嘅分佈嗱，可以呢個咧可能睇得再清楚啲，因為咧始終咧黑色嘅出產嘅水晶咧唔多，咁所以咧基本上嘅成品咧確實喺市場更加少見。咁啊 Yan店長當然有個優惠價俾大家啦嚇，希望大家咧可以選購到心儀嘅飾品俾自己嘅。咁呢個牌鑽咧做得非常之靚啦，好井井有條啦，因為啱啱個白色咧太 bling bling 嘅關係咧，可能睇唔到佢嘅分佈，而呢一個咧就可以show到俾大家睇咧，佢個設計咧基本上咧都做得非常之精緻嘅嚇，望到。而間距位置咧都做咗個白色嘅水晶咧，同翻佢啱啱咧個水晶呼應翻嘅。嗱，Yan店長戴咗上手啦，望到個通花效果，我覺得呢個戴咗上去咧，個肉色嘅感覺咧，個間距令到自己個皮膚咧顯得更加咧型格神秘喎。啊，望到啦，效果非常之靚。而呢個黑色鑽咧確實少見啲，咁當然啦嗱，有啲客人會問嘅，有時真係戴到上去咧，真係會同我講嘅，會覺得冇咁閃喎，因為始終黑色底啦。如果想閃身嘅話咧，確實係01號咧會更加閃身啲嘅。咁如果有啲客人中意 bling bling 嘅你咧，我就極力推介01號款式啦。咁但係如果你想有神秘美，更加強調覺得更加稀有度更加高咧，我就會建議買02號款式嘅黑色鑽啦。唔知大家又中意咩款式啦？嗱，嚟到呢度啦。究竟 Yan店長爭取到一個乜嘢價錢俾大家咧去選購咧？當然非常吸引啦！希望大家咧可以咧有個平嘅價錢咧，可以選購到啲咧特別少少嘅選擇，可以咧大家咧可以當襯衫咁咧，日日唔同款，日日可以帶唔同嘅效果嘅飾品咧，俾自己去融合你自己嘅組合啊！咁呢個咧碎石嘅一個咧間距咧有空間感十足嘅一個水晶bling bling 戒指咧，208就可以帶翻屋企，你冇聽錯啦！正常出面咧標榜嘅價格咧，基本上咧水晶仲要咁複雜嘅設計咧，其實真係唔平嘅，因為咧據我所知咧我 Yan店長行街嘅經驗之談咧，基本上呢啲選擇咧，我諗要500蚊以上左右咧先購買得到。嗱，Yan店長有一個咧非常之優惠嘅價錢啦，208唔理咩顏色啦，出面通常可能咧兩個顏色唔同咧都會有唔同價格嘅。我哋咧唔需要客人苦惱啦，兩隻都係208同208嘅價錢咧就可以選購。希望咧大家中意 Yan店長介紹，因為咧真係碼數有限嘅。Even 就算呢啲款式咧，有啲男仔上嚟揾咧都冇所謂嘅，因為咧其實 bling bling 絕對唔係 for 女仔專美啊！而家男仔都會中意 bling bling 效果嘅。如果心動嘅你咧喺條片度喺標題度即刻 WhatsApp Yan店長或者打俾我咧查詢啊，因為咧
戒指咧可能有分碼數，咁啊所以咧如果你親能到店嘅話咧，嚟實體店咪更好。希望大家中意我介紹208啦，記得 call 我哋下集見，拜拜。